眾，歡迎我哋對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哋再對來講幾個故事，因為但我聽到別一聲，幾擺，一頭無聲氣誒。我都冇聽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就是咯，就是無聲氣啫哦。係咯，冇聽到，冇聽到 music 哦。啊，那無聽到啊，無咧我testing 嗰啲名。Clubhouse 聽到，噔噔噔噔噔，我聽到。冇聽到，我可能係啊，我就對去啊，係啊。啊，我是牆燈，我聽到。哦 ，OK，當今應該會啊。sorry。啊，來個老個來炸者啊！唔係，老冇聽到呢，我聽到。來嘅 style。啊，個有我會講，我真係快唱到在這物件。所以我會介紹我特別嘉賓先來介紹我特別嘅。這禮拜我特別嘉賓是裝等我幫記下這裡。當聽這幾聲故事有幾聲有聽到未？有。咁啊，我再唔是別啊，咁啊。這個禮拜我嘅特別嘉賓都是林木娜子歡迎。Hello。個有我邊啊阿龍歡迎。Hello。個有我爹阿達歡迎阿達。我先阿達。Vicky 開麥。Sorry, Vicky 開麥。個有TikTok boy。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48好了 Hello， 大家好。ก็照鬼อาหาร Hello， 大家好。ก็Clubhouse เป็นไงเป็นyêu哎呀是別記Clubhouse哦，這邊啊 ，sorry， 最後 Clubhouse 嘅朋友阿南西，大家好。高沙子 ，Hello， 邊半日邊半減甜，個德加基，要問下死話咯。แล้วก็ใบเชง歡迎 Hello。感謝人來參加這禮拜幾個故事，我咪講，反正係把多嘅。其實個學幾隻話，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故事呢，就是攞聽幾小細聲別啦，OK 哦。OK 啦，可能講話是別差啲。Anyway，到底 Clubhouse 啊不 YouTube 嘅人加 Facebook 嘅人唔知有看到 Facebook 唔知有，我在 YouTube 有啊 ，Facebook 唔知有。Facebook 那是到底 Facebook 看人教啊，講就 OK 咯，你聽到聲，然後個 Beatbox 哦，個聽到 Beatbox 啊 Clubhouse。抌波啦，冇講就嚴重。OK，แล้ว我ไป看啊，等陣。我琴日幾個是幾個聲聲，人哋我被唔係講幾物件，人當佢要互人看，我看到這個德國妹啊是互我想到，人嘅這個本來學叫要感謝，幾 episode 是第一個人看啊嘛，所以感謝我嘅第安嘅人，3個月唔是11個月嘅時有冇人曬啦，甲白兔咧是不是白兔，白鳥是特季節伊 subscribe 嘅時候，就啲迄個。這個coffee 入邊嘅 subscribe 特季節，所以看到一面特季節12個月，個有白兔加咖喱包，感謝新加坡嘅咖喱包，然後個有1個月咧即係 boy from Germany 咯，德國嘅 boy 咯，然後個VKS 拜清
UW 古靈子，感謝個白兔白喵，lim 的 YH 我唔加放裏面嘅，講到買播放出來，但是講到愛我放嘅時候，係寫那畫面我先放出來，個 Juling 感謝寫到 Juling，個 anonymous 是講我講伊會 remain anonymous 嘛，所以我放 anonymous 伊個感謝我係 DN。แล้วก็G 個咧是話嘅白鳥啦boy 攞到啊！真正是呢個假 boy， 啊小喊掉。冇我是 auto 誒。哦，你咪是 auto 誒 ，OK， 對 auto 誒，แล้วก็單 LW D Lim MH， 個你名成，我成日成日出嚟名，我覺得成日都，แล้วก็電台跟感謝電台，แล้วก็這裡大 KB 是頭晚冇嗰個來呢，感謝啷嘅 DN。就感謝你嘅 DNA 以後話學住你 subscription 都真係你cam 嘅 subscription 會 3個月個再 renew 都就一年就變成是講，所以就感謝你支持嘅後話用你新嘅 equipment 啦 website 啦 hosting 啦加奇奇確確嘅了，OK 來到對講幾個數啊，喲別我剛才聽到別，我冇聽到。有啊Actually 大媽係quite some time 啊。when 都到 announcing，但係今次係攞刀，對攞刀啊，แล้ว這是第三刀。Oh my god！我唔知裝咯，這本地我唔知，未必是我算數學啲 system 啦，可能嗰時算有開銷隻嘅版咧。等陣我冇用嘅，我計偷氣看要，我冇用乜嘅偷氣。OK，當今我冇用乜，我計跳 QQ 出來看，是個別咯，別是人教我講個別啊嗬。冇啊。冇啊，所以必是話 one of 我係把你買嘅 cable 數。OK， 有別是教我講 OK。哎呦，別我那係那邊啊，別嘅，就而家是自別啊，這是。哎呦，我唔知啊，我唔知安怎做我 system 我唔知啊，我未曉啊，別緊。特別好嘅就係是錄音是冇啦。我 recording 時有伊無講正辣啦，特別我在用 Clubhouse 上面聽到是正辣，Zoom 唔知聽到正辣啦。伊別是別就是安尼，還是brand 呢？冇一 brand，伊是係 distortion 啊，你看啊，你係 distorted 起所嚟。想㗎啦，弄㗎啦想閒哦，我唔知道 solve 隻 problem。OK， 我買做啊，變咗學嘅買做啊，笑死我。Anyway， 頭先聽了嘛，你 record 出來無可能聲嘛，你就聽到嘛。是用 record 出來。啊，但係蝦米數呢？蝦米本地呢？哦，可能我個在另外一個本地就是有可能我無蝦米 OK 啊。有貴啊，得很多。即係 given 了就叫好。誒，那個咧新嘅人。哦，何兆歡啊，何兆歡 OK， 我想我係韓國名啦。寫韓國名，我就很可能，但是你開小開 video 我就 add 咗。Then 因為佢隻表嚇，OK，唔緊，慢慢查錄音，我就會錄音佢有個 solve 隻 problem， 我唔知係咩數嗰隻。偷嘅了啊！物件係咩？布金啊！哦，當金咩？有啊，有插，有聲溫。點啊？嗰年第十哦，巴魯未，巴魯。哦，我係即個山插無接。阿魯，我係買山插無接。我唔知 Q 你。Oh my god！有趁啊成啊，拍半呢？當金係咩？睇下係咩？個標 OK 冇啦。淡薄。嚇，唔是。無聊是差無接啦，係直接加下那咩無聊啊？那他直接本是想嘛，就無聊就講迄直接就。等我偷出來，我個查字就知，我 Q 出來查字。
我叫出来個茶字唔知道。可能是 cable 派查好好啊，查好好來啊。咪bom忘下查條一般般，幫住冇聲點點。對嚟陪話，對嚟了，對呀，啊，對呀，對呀，啊，爽㗎了嚇，查㗎，有個表啊，哦，唔使亂咗那查。是冇咧無，浸絲就冇，浸絲就冇，浸絲是冇，OK 嚟冇啊，我個睇到啊，冇啦冇啦，唔是啊，大唔是啊，聲，唔是啊，唔是啊，得你先啊，阿得講話， OK YouTube I can hear that，對 sorry 啊 YouTube 嘅人來聽到，特別 YouTube 我 replay 時唔知有喎啊，夠啊，嗱這個對嚟了，這個 repeat 呢？係咪 repeat 有 repeat 幾拿刀，頭先有 repeat 嘅 actually 幾拿刀咧。 repeat 係咪？講我聲佢聽佢知道啊，對，哦，特別一刀伊呢 before 比等下嚟嘅時，伊 repeat 咧個嚟個等。我想講 repeat 咗就大概過呢我想講伊講話 repeat 咗冇關係。我冇想開講我 repeat 咗嗬，誒，唔講啊，因為我講可能佢再 stop 嘅，佢再未佢再未行，冇影響冇插。哇，好啊 ，OK 啊，retire 啦，氹底。咁想講你聽就少聽啊，冇再見啊 ，OK 啦，就到時候俾到見。這是第杯直接，這是本來學嘅地位直接啊，地位直接個句嘅歌詞個都未成功，個做未成功，OK 慢慢飛 out 啊。先咯，OK 我飛 out 啊嚇，OK 感謝大家。Oh my god！我該 geram，我唔知咩事啊。OK，anyway，咱 continue 做啊啦，當做啥冇事 ，OK，咱睇到 brought 都是 brought 啊啦哈。OK，就讓我鬼告訴講，就講會講鬼告訴。第一句嚟講成第一句你鬼告訴講係。One two three。啊，提供。有聲。講。聽到啊，聽到。嚟，你鬼告訴就係講。冇。笑啊。OK。只是發生兩禮拜前未到新家嘅事。我家庭啦，我出來人家了愛去食飯啦。然後去食飯咧，就是去不同哦，上地位不同啊。爸人去了，嘛是 book 一個酒店咯。所以迄個我人 OK 啦。一個房間有兩個人，一個房間兩個人啦。然後我姊甲我哥咧，伊人講 OK，互你人兩人細漢嘅時，means 我甲我姊，我佫一個姊去，互我人 relax 啊，免顧我爸咯。然後 OK，so 我哥夾一個房間，然後我姊甲我爸夾一個房間咯。然後我哥咧就是有，伊講 OK，伊直接來看 ，OK， 我哥是夾第尾嘅房間哦，佇hotel嘅。伊隔壁咧就是迄個樓梯來哦。然後我咪講，應該是有物件，有故事講了嘅啦。你家己笑啊？我家己笑啦，應該是有故事講了啦，所以我咪 message 啊，男仔咯。迄件咩啊？毋知有故事互你人聽無？所以我等咯，所以我安怎知？等咯，你是等了一聽。我等了看有啥物物件啦，等聽我有講啥物物件。And then，了我爸是伊問題是伊袂困呢，暗暝是袂困呢，所以伊是會做亂的啦。所以拄好。有頂迄一暝，我毋知幾點啊，應該是半暝啊。伊就講無，
先，so rewind 淡薄，伊是早起诶是讲，我想是讲，maybe 我人换房间，我姊甲我爸甲我姑换房间啦，means 伊两个房间是伊会过诶，会通诶，伊会通诶啦。so 伊讲OK 换咯，换房间咯。just in case 我爸乱啊，所以隔壁诶房间听无嘛，莫吵乱着别个人嘛，因为我爸伊乱诶时，伊就是讲诶，伊生理咧，你看你啊，伊是成日讲伊困了讲话哦。无诶，伊醒诶时就讲话啦。OK，伊乱诶有当时伊才乱诶，了OK 咯 ，just monitor 伊看伊安怎咯。了我人两人咧，就是双困甲饱啦。所以 because 嘛在日，我人就要真早醒，甲3点几就要醒了，因为我人爱去看咧 skywalk 啥物物件啦。所以爱看 sunrise 嘛。了 OK 咯，我困甲爽啊，困甲拄啊。3点几诶时，我爸我姊拍电话互我讲，你爸食药啊，食药了，伊会行哦，食迄个爱困诶药啦。会啊，袂要紧诶，伊会行诶，tapi blur 特别顾伊啊。OK 咯，了我去看 sky 啥物鬼物件，甲了看了，我搭车有问我姊，我大姊讲，啥物事？伊袂困啦，伊乱啦，伊啥物啦？伊莫甲我讲着。了 OK 咯，无啥物事对家槟榔我甲你讲，哟死人呀！你有物件所以that time 我不 blur 我毋知啥物事嘛，所以免吵伊人咯。所以去食好，对厝了对家槟榔伊甲我讲，我姊甲我讲，迄一暝我爸乱甲真正要紧。伊想毋是诶，你看啦，伊想笑人啦，了伊讲我姑甲伊讲话，讲到一半我姑坐了，我姑徛了，伊坐了到迄个眠床位，伊甲我姑讲话，伊想食起哄啊哟，所以上了我姑哦，姑讲上了我姑真正恶诶面了，了上一条恶伊目睭啊，只凶，爱直击我姑呢哟。伊目睭啊，真正大蕊，伊古早伊目睭是只色白诶，开目睭啊，像个看目睭呢。所以伊迄一暝咧，伊就目睭真正大了。我问我姑啊，伊目睭有红哦，淡薄红啊。有 OK， 我姑讲，我姑是伊有 suspect 着啦，伊讲伊毋知有入鬼咧，有鬼入。tapi 平常时到厝讲话呢，伊是安怎？伊清查是安怎咧？伊无那严重。伊无那严重，伊是笑人起笑呢咯。tapi 我姑有问我咯，爸爸有目睭凶看到你诶无？伊起笑诶是，伊上讲是起笑诶，所以讲无伊无呢起笑，真正恶诶目睭伤了伊。你姑平时无甲人大啦？无啊，但是伊无咪知。伊无咪知，伊一年一头壳转来诶。OK。了伊就是伊讲伊本着车行，伊本行，伊甲我爸讲话时，伊起魔鬼杖，伊魔鬼杖啊，伊就panic 淡薄啦。了伊就是我爸啥有影爱去直击伊了哟。伊手啊，甲了硬，像啊是食你啥迄个鬼爱直击伊啊。我都爱直击伊讲，你莫乱了，互我讲，你看着，所以我姑咧一下啪打伊者。我想要互伊请来逼一下。打伊啪伊者，了就点啊。了伊困去啊。哎哟。了
陣時伊有做數多久，伊未困嘅時，伊就是做數多久嘅嘛。所以伊未做嘅時咧，伊真正哎呀未做啦，咪做啦。特別下一暝咧，伊做嘅時啊，伊未做嘅時啊，伊個人伊撞定伊啊，這個真正慘嘅啦。所以我爸、我姊甲我姑真正就請驚咯。所以人我講，伊擺呢也無物件劈伊咯。一下晡伊點去坐點啦，有隻鬼就困去。安尼款樣故事無了。特別你講一落，你爸母有安尼款 episode 成日講伊係講咯，特別是講毋捌安尼響嘅呢。毋捌安尼響嘅，伊毋捌安尼響嘅。所以我每一個啦，你爸去安怎爸去？伊水要飽啊！哦，安尼款年水，安尼款年水。你每日都爸一頭爸嚕啊？係啦。伊就是安尼特別伊講，伊外國講嘅是伊外爸講話是伊什麼夾喙齒啊，伊夾了伊喙齒抽了，伊喙齒嚇，一個先嗰我聽咗，哇！一梳化對厝，隔來無幫行啊，無呢啦。無呢少啦，無伊亂特別無呢少，特別亂是 normal 啦，伊特別就來冇亂。伊亂normal 嘅。所以伊，所以你小懷疑是真是垃圾嘅物件哈。有咯，嗰時真嘅伊買一件嘛，伊換如唔知是唔是啦。你男仔話咩物件？你講啊，男仔。我無問男仔啊，啲教故事我教男仔講啊，男仔講這是有 story 講嘅 ，OK 咯。你男仔咧，男仔你看到物件你係講是？冇，伊什麼是 face to face 同我講嘅？伊 face to 我講嘅事了，冇啦，伊冇問我有冇係物件咧，我冇去看。我冇看，因為伊本地是電話甲我講，伊電話講真是有物件，你話你上尾伊就無講係物件喎，隔咗兩三禮拜，隔啲有冇？係上尾都嘢是面對面嚟甲我講咯。迄是過一隻久啊，唔是第一邊嘅事啊。我俾妹感謝你大家見浪就是講去食梅就個好食烘啊出梅啊，有聽到幾個事實上都變你好見性嘅嗬我俾妹即係四百好了，四百浪仔四百好了，因為都是頭頂得埋來過啦，食久嘅事，食久整啊，喂話我介紹你嗬。無啦，毋是米娃娃啦，頭本是聽的是本是聽鬼故事的，類鬼故事的。我會記，你講迄個highway 啊，有一個伊換 highway 是換到一半時，伊對面的後尾車伊看，伊車對啊，我貼伊誠近，你知道？那伊就一粒咯，伊後尾車個對，你知道？那後頭伊放慢咯，伊放慢的時，後尾車過伊時，伊看迄個車是抓的車來。好，未記啊！真久前我聽啊，話你魔鬼場啊咧，我到有聽咧，又從咧我。我看到一車是咩 brand 喎？是 Mercedes。嘛唔知本啊，ยัง冇講呢條。格拉 highway 下我係記講嘅。then 我明你是四百啷唔知應該係阿龍唔知阿龍呢個條，阿龍真係佢呢嚇。阿龍呢個條，阿龍冇條啊！哎呀，冇啷應該知四百好了，啷看 social media 嘅時看到四百好了，去食物件四百好了就是你啊，係哦。是我嚟，噴車啦，我是噴車啊。好，噴車個好，我頂住時候你講看到咩杜卡嚇？面色啦，杜卡掉你怪咁看到面色係嘛？對，我坐喺鏡喺度倒。所以攞嚟轉啲啦，即係四百好了啊。then 四百好了，你幾個是講咯，還是你跟聽呢？actually 是有一個幾個數嘅，巴西咧是安尼款，我特登做只我把只是 chef 嘛，so 有 chef，so 有一個 hotel 巴海嘅，伊 S 係 hotel 啊啦，咪講明 S hotel 啦快有回聲咧 hotel，then 伊個 chef 咧都是大喺邊做，then Chinese New Year 整嘅是樣是係做咧中婆嘛，所以係做係咧banquet。
banquet 啊banquet แล้ว做 banquet แล้ว特登愛 prepare 較正換嘛，所以when 你 prepare 較正換咧，你 sometimes 你就唔愛對厝困咯，所以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是一樣都是做甲嘛未真驚，then 有一日嘅時，伊就買對厝困 ，because 伊住檳城 island 嘛，then 迄個 hotel 是住北海，then 伊就住北海嘛，then 伊就住迄邊嘅一樣嘅 staff 嘅房間困咯。所以困嘅時，差唔多半1、2點嚟講，1、2點困，困到一半嘅時，伊嘅面床嘅邊啊，suddenly 滲落去咋，滲落去啦，滲落去成滲落去嚟講，特別看無人嘅就，我感覺就像有人坐面床嘅嗰種感覺。有人坐落喺邊啊嚟講就，那看伊就無人坐嘛，奇怪就，了愛叮當就未叮當咧，伊 start 就未叮當啊。伊講我手成啊，成互人搖了板了嚟講就未叮當就，了愛起啊，佢未起啊，了目睭開啊，看無半項，了 after that 嘅時，伊就 try 變身，佢未變身，了伊 feel 到伊面哦。尿者，伊開目睭看，伊看到一個查某嘅頭毛啊，住伊邊嘅位個尿伊邊咧，個尿掉喺頭毛咧，掉落喺頭前位掉落喺頭前位個尿。你講我白未起啊，了真勤講，了念阿彌陀佛，念。要看到邊咯，到尾是烏跪嚟影烏。了白伊會知講是穿白衫，伊講係穿白衫。uniform。了尿，哇！了尿，哇！了看過聽講白起來，suddenly白起來，看點聲3點幾，撳完換摩托就對邊人困，伊唔買大邊困嚟講。了聽講無如換 chef 啦，平時。我走去啊！喲，佢一種嘅驚嚇，你講未叮當嘅時，你目睭會冚啦。at least 伊會冚。你目睭冚，伊冚啊！我哋開啊，你就看到伊查某嘅伊頭毛大邊尿嘅啊。係一種驚是第驚，老細老姐時，但晚啊，我你劫曬啊，就是出來嘅了誒。before 我拍嘅事 ，Oh my God， 吉利，咦，係咪先啊？就是人笑。我覺得那笑的，我對佢記得。阿龍對哪呀？阿龍啊，對數。但我講啊，你四百好聊呀，你看伊對伊嘅 social media 食。都是你。你一見四百好聊，我都是你。伊咪就四百好聊啦。我 social media 是四百好聊。伊講好緊我啊，你可能去食物件啊。我可能真係有一個查某嘅，我有對啦。不只當年只謝啊，我感覺就真歡喜講。查某是都一個新拿來吼，新拿來伊嘅節，對啊。上加是，特別伊好嘅話有淡薄走，淡薄本嘅。伊成條就走嘅。唔是，係咧特別伊拍即字拍咧學嘅話字拍得真係好嘅。應該是新拿來啊，越節。不是有一看他咪真好料咩？真好料嚇，另外真好食，講嘅話真好食掉是真好食。當然我真歡喜啊！看頂陣我叫你是咪好料？是唔是？我看到你就喺咧杜卡哟，咁就咩蛋機啊，咩蛋機啊，就咩蛋機杜卡。因為我愛蛋機下啲啲忘記下咧各位我個咧忘架做曬個好正。伊杜卡。個別播上嘅物件，有攞嘅杜卡，攞嘅杜卡，แล้วก็上地杜卡。แล้วที่是唔是我是唔是叫อะไรjalan Terengganu？就使去 test 嘅 ，because 我是咩 ？jalan Terengganu？有啲物件我是叫就使去 test 看。別怪自己做啊！嗰啲係檳城嘅位啊，檳城嚇，檳城嘅對。你是你 channel 你是到底到嚟？你是 YouTube？ 我是 Facebook 嘅謝咯。then 我古早是做 YouTube 嘅 ，then 我 feel 到較濟人愛看 real， so 我就係做 Facebook 嘅 real。你係 short 啦 ，Instagram 加 TikTok。YouTube OK，即係你隨時C48 C8好聊，你 account 好聊，C 號8號啦。然後好聊 HOLIAO 啊，我除咗了，Instagram 快古哦，我看到是舊年嘅物件哦。係啦，
你物件，我冇學咗先啲物件喎。我唔是我 Instagram 都買吹我是白好了，我是用I'm Steven 哥。冇像，OK。你看到俾佢吹伊 TikTok，俾佢看伊 TikTok。Instagram 本是有一個是白好了，本是裏邊嚟。但是啦，佢伊冇用嚟講係你冇 update 嚇，因為未接password未接未數，所以放錢咧。你有去冇人講啊？等陣我去問下讀講話啫。OK， so OK， 大家佢講到啲鬼嘢，嗰別人鬼個數講哦。哇，我嚟阿涵嚟。OK，so 建議呢，我冇咁知呢。嚇。So 我紅頭媽啲 nap 嘅時，我就去甲我嘅小弟去買菜哦。我買菜對來，伊就起來咯。了伊唔知做咩事啊，上較愛喊，安尼看我問伊咯。喂，你有咩事？我本來有，伊講伊望到伊舊底細漢嘅時嘅狗來捶伊佚佗。伊講伊房着我人佇伊佇我人嘅房間，特別伊個狗囝來捶伊，講伊個狗囝去舐伊，去指力伊，指力伊了伊鼻就是伊嘅狗嘅鼻啦。了伊就去抱伊咯，伊就抱伊了，伊講就咪互伊抱啊。了 after that 伊就起來咯，伊就哭咯。I miss my dog。我哋驚啊！嚇？你聽嘅時是你驚嘅是你啊？我唔知。你唔知？你就係做地試出咯，就你有半本到同時有。等陣我俾人講只有見嘅物件就是等陣當今只人 live 嘅時會話，我唔想 join 啊，我咪 topic 啊 ，OK， 變咗學嘅，讓發到時佢只變咗學嘅網頁會 OK， 伊只 newsletter 然後就招俾你。你下裏面就去，但是講你已經下，我冇收到 email 去 check 你 spam 啫。我大約差唔多48%嘅人係收到，我是有差唔多300幾人，到啲 mailing list 40幾%嘅人是收到啊。我差唔多一半咧，特別有陣時你未收到，佢應該去你 check，因為我到有嘅。然後我到啲錄音就一半是你叫我寄咧，是聽講。錄音一半條是你叫我寫是較麻煩淡薄啦，我當然都接幾啊物件แล้วก็即係就叫我寄即係叫巴拉就300巴拉餐叫我寄，個叫我 messenger 寄到啲合併嘅位，我就藏咗寄，我就係到啲 chat 嚟啦，反正都即係錄音過嚟都未用嘅嘛，所以我咗寄我係 copy link， 我 copy link 我就係到啲正位當愛來人就去接嚟，即係 jet 是貴啊都未用嘅。OK， 為貴告訴之嚟講講但係嗰一個人咩做咩啊？到啲 Facebook 有本 message 話 OK 講我當面報告看到呢。Rui 叫我，所以好，人較早時甲我講 OK， 即 sign up。那是啷冇sign up，我記得我做我杜蘭啊，可能當到接鬼啊，我哎呀，普基嘛接鬼，哈笑啊，感謝，這是見到，感謝見到，感謝你 super chat， 感謝。你係咪聽到邋遢？有啲。我講這是好嘅 marketing 圖文嗬，會邋遢咧是。一季節聽得到。感謝見到super chat， 感謝。แล้วน่าสิก็ไอติอันนี้นี่จะกินเป็นฮอกเก้นติอันนี้เพิ่งสายก็即係對嚟啊，即係300拉贊嚟啊 ，finally 300拉贊啊，你冇收睇 email 啊 ？Hello， 你冇收睇 email 係啊300拉贊？冇啊，我 email 冇收到㗎了，應該是冇。你有冇 sign up 還是你？我之前有用我
個客戶嘅 email，I think 冇收到咯。你去 sign up 看會有報道。好，還是去 check 你 sign up 你嚇。哦，你看啦 sign up 你好 ，OK spam 你叫我買咗嚇。對。你有幾個事教我講哦？我有，南西有南西有到啲 clubhouse 入面。OK，我請伊甲我 feel 看。請伊甲你 feel 看，OK，講。是到這個房間嘅。啊，到這個房間南西來 feel 啫，開你坑。哎呦 ，OK。開你bottle 啦，話咪講 bottle， 叫南西開 bottle，OK。你係龜坑叫你開你龜坑，龜妹龜坑啊！拜聽，龜妹，開你龜妹。阿龍走起啊嘛？嚇，冇阿龍嗰啲，阿面嗰啲 clubhouse 啲。I mean 嗰啲唔是 Yuzu， 已經了。頂個個嘅 experience 已經了。誒，到個壁哦，嗰啲壁哦，啷個聽到啷是？冇啦，冇你這啦，有啦，冇你響。冇呢壁啊，冇呢壁啊。冇你壁，有壁。OK， 來聽下這個300真嘅一坑一句。所以這裡成個是攞節整嘅物。所以我當然啲變靚嘛。OK， 這是你厝啊 ？OK， 我厝即係我北京，我家阿莫丹嘅北京。OK， 然後佢後尾我係咩啊？我點嚟是阿莫丹度，一早一擺北京困。所以一幫這北京好我困，你知哦。然後我就講哦，我係厝是 double decker bed 嘅嘛，我困地面，伊困下底。然後我卡舊年開刀，我都好想愛想過。然後我卡開刀嘛舊年，所以我咪病起咯，我困下底咯。然後一幫啊，我唔知啷個會記哦，我有講過客戶我困阿莫丹一邊層嘅時，我學幾大。隻股啊，然後兩斤隻股啊，然後我兩斤嘅了，後面啊都 OK 啊咯，就請，然後。攞啲整嘅事，我困都滯哦。然後我困了，我 feel 到成個有人徛喺邊啊，會看我。我 feel 到隻物件，唔知是物件還是隻 present，就是唔知係咪啦。我 feel 到，然後我請起來，然後伊是一個成個掛口嘅火拍入來啊。伊嘅 shadow 變做成個一個 abstract 嘅物件，嚇！伊唔是一個惡影啊，係咪？伊是成個有時你看，你 angle 你看了，你腦會家己拼一個物件出來嚇。所以我看了，我看到成個一個物件，然後我講我冇可能啦，然後我就上下啲物件，甲久啊嗬，伊就變一個 object 咯。人會厝嘅 object 嘅物件出來，然後講OK 安尼看下，然後無去管嘢咯。然後我叫我背單，我嚟並過去，安尼吸，困咗滯哦。我後尾一並緊了，丟掉啲物件，嚇，幾驚啲啊！然後阿莫丹個冇多邊困，阿莫丹多百里旁邊困，所以。這是一邊層嚟，我讓嚟看哦。南西看啫，南西。當今我唔加。我喺前期。當然坑啦，坑啊嘛，我冇困嘅邊層，然後佢後。所以你是冰邊啊冰啊，藤啊冰，喺啲上面藤啊薄。我是冰一冰藤啊薄，我是冰一冰，然後我 feel 到一 presence 一冰。你 computer 插電咯，當然。有插電。你若是透出嚟哦，還是你真係會插掉？你行去面窗會困，然後你向你 camera 向看，你看到有物件位是得落去。我變成，我變出口。哎呦，下隻垃圾。使咧。唔特別你困嘅時，你就特啲頂面嘅時，感覺到物件是得得。所以我困嘅時成日看到。你睇下邊，但你看你
你 feel the presence 是這邊。哦，合邊。都我請嘅時，我看到嘅是這個角度嚟。嚇，南西講話。伊個 bag 邊個？伊個 bag 合邊 plastic bag，你 paper bag 係啥物 bag？plastic bag。plastic bag。你是講我哋惡食嘢哦，頭整惡食嘅 bag，條條嘅惡食嘅 bag。哦，嚟得咯，嚟。哦，是咩？是 bag，呢是殼嚟。都袂講我已經看到。哦，頭媽姐有講話是邊樣就有啊。啊，對，你這了咧，你是講要係咪伊到底係伊字，你是講伊幾到底 bag 嘅兩邊，還是伊到底 bag 嘅邊嘅？邊啊邊個 ？Oh my god！係咪貴咧？聽到伊歷史。所以我就是伊嘅枕頭嗰邊講咯。哦，我係枕頭嘅，一年啦，即係咩阿崩阿咩巴阿布。阿 PC 阿峰啊，不知，哦，你該徛伊為何該 overlap 過呢？係咩？這是你嘅 bag 是怎麼帶 bag？我是我 bag 啦。我 feel 到啲邊個啦，你 bag 裏邊有物件嗰時。我咁樣情緒下嚟喎，即係我 feel 講特調是喺零件嗰度，但是邊個有隻 energy 啲邊個？哦，maybe 是你沙或咩物件？冇喎，即係個了寫了，也去日頭拍個。哦，拍你是拍前期嘅沙，你燒到啲 bag 嚟啦。我成個話叫使就用呢些相機嘅時候，拍沙我時嘅話 Uniqlo 買幾條，要喺房間嘅。哦。อันนั้นแล้ว唔知啦แล้วอันนั้นไก่อะไรอ่ะไก่ weird 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ถูกเป้งมาแล้วก็เอาเจ presence a feeling แล้วเอาถูกแหลมเก่งแล้วก็บอกกูถูกโปแล้วอันนั้นควัน都是想迄件物件發生。特別你有驚，你 feel 到驚，還是你 feel 到成個有物件，特別你無講驚安針嘅。我會驚，因為我嗰時候我驚甲上加我變到對7歲8歲嘅時候，我會記我學幾代是20幾歲嘅時，特別我會記吼，我7歲8歲嘅時，我係真正家己驚我嘅厝嘅。驚鬼哦！我真驚我嘅厝，我唔知是毋是鬼做我驚啥物，特別我是看到暗暗嘅位，我係真正驚。我頂下我問你句。所以我 feel 到講是一個真正 innocent 嘅驚，還是啥物，然後風險，你會 feel 到。零到底成個你頂到細漢驚暗驚鬼嘅事。然後我夾背單甲我嘅頭成個hoodie嚟款裙就知喎。然後我唔知，然後我聽到，我 feel 到講是我家己創開聲啦。你聽到人創開聲？我 feel 到是我嘅，因為我 test 嘅是我成個我創開是伊嘅，你聲係醒到嘅嘛？成個你，安尼你接觸會醒甲你聲嘅嘛？肯定無醒到你接觸會迄個 rhythm 嘢啦，你知啊咯，係咪啊？然後佢又驚，然後佢又啲念經咗，佢又無數，然後困去啊，佢人困去。的確冇物件冇用，的確冇。要我俾 contribute 就係 because 我看你房間 right， I mean like 你咩看到啊？你是的確南西 boy 啊？冇唔是，我是講 I mean of course 我是有 believe 講有啥 spirits 啊，是，你講你唔講，我是 quite superstitious 啊。But then 我覺得 in your case right， 我覺得你房間嘅 layout 嗬，有可能講成一種 like 被窗開 ，because 啊，我覺得伊 layout 冇明啱。這裡 from 係咪我是聽講啦，actually 我是睇過洪水article 講嗬，伊 I mean like because 往是 from 古早是往是大啲 cave 啊，還是你看你嘛對，古早佢有隻 primitive 是大啲 cave，so that's why 要找為何個字講是要找講一個只 safe 為困 ，because 你困嘅時候，驚講人會 attack 嘛，即係只一個 animal instinct 嚟 survival instinct 啊，是講對。
So when 我看落有嘅時候 I mean like even I mean 風水部門款講啦，but then if let's say 咪講 about 風水嚟講 about scientific 嚟講嗬，如果你困 with 你隔隻嗬對掉佢哋window 嗬，時間你講後尾 maybe 物件會你掉，但係所以你困咗未暗閃。哦。So that's why 隔隻 I mean like 風水啦 I mean 隔隻嘅啦，我們是講你名稱嗬，被對位嗬是咪對咪畫 window 嘅。哦，這裡啊，對。這裡下古我father 伊家己 DIY 幾間厝嘅事。哦，I mean 無法啦，我father 真係鐵器嘅啦。你頭先你講，伊舊你講嘅時，你成日咪講過，你成日滯，你可能講你房間。是，我人有甲我father 講過，講係咪數路變成一道下啲藤啊頭前都無關接嚟啊嘛。แล้วก็เอาอีก install 自己ตู้ so จะ space กันแล้วขี่หรือใจอ่ะ so ไม่ต้องกินไป layout สิอัน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อันนั้นกูวันติ้งหออีตู้หอ because อีตู้เก่าเลย ceiling 嘅數都滯哦，อันนั้น價條講หออันนี้是 I mean like the room 都是 quite small 啦，อันนั้นเก่า ceiling 嚟講หอ價條講是真正enormous， อันนั้น只大嘅物件都滯哦。confine อันนี้คนอ่ะ對。係咪 sign？ 係咪 sign？ 哦 confined， 哦 OK I mean 我講到 one thing 你嘅 I mean like I don't know 你 parents 按怎講啦，你嘅了，maybe 你使七色你讀好，你使七白色，所以哦較貴，冇可能，我發得冇可能會可能做呢物件。但係見到都冇大病隻股。對。對哦，我後隻背啊，嚇，所以當對啊，對有關係咩啊？我自己一本，如果是我係變成啊，當然我變成，我未做半嘅，我做細經驗，細格格啊。但我變成咧，我佢就是我頭頂面就是藤牙嚟咯。係咯，我一時係困得較無好嘅啫，我是搏命啲請嘅種就困無好嘅啫。後來我有一個朋友同我講。你特別冚藤牙薄咯，我冚藤牙薄了，炸掉佢哋藤牙咧，可以成個唔是藤牙魚咧。我說有變較好。Actually 有老人講過嘅，即係你人嗬困嘅時啦，你頭特別愛向邊嘅，你袂使講成日講啊。Actually 淡仔係我最看到本淡仔係360一困嘅時啦，一困咯唔是向了邊嘅邊嘅，伊是向了卡 ，which is the table 嗰邊，伊把攞咗坐喺個 table 嘛，是我都向了嘅。所以話你成日講 open 啊，人袂使困嘅時，袂使 open 嘅。我伊空正個桌頂係咪物件？嗰度啲伊個頭啊，唔會你是講。伊無一個 wall。哦 ，OK。open 啊，成日淡仔就開燈硬硬啦，係啲個唔係講嘅，後尾。袂使等硬後尾特別有物件 protect 你炸掉啦。對對，物件炸掉嘅。那是困嘅話，就把你困安怎 OK 嘅話，一刷一 direction。你好玩看這是咩？這是你看對，你頂面困就對咯，頂面病，你一塊病你刷過來咧，你冇聲氣啊？冇聽到，你360。真冇聲氣喎。hello， 所以這裡我困嘅 position 係ในควัน咯，外邊層。你一啲你使刷過來咯。แล้ว一啲我會刷過來這裡。咁你到一啲是阿莫丹特擺頭是困。唔知喎，伊屬較困喺ในควัน嘅。哦，所以阿莫丹嘅頭是我踢你到頂嘅病嘅。是。即係你變做你困呢兩層，你們對困。伊應該困喺ในควัน嘅嘛，向咯。伊無 actually 係喺ใน困嘅。是，แล้ว唔知係咪屬於頂過來。特別แล้ว你困呢面上，你們對嘅方向困啊，你們對嘅 direction 困。我對咯。哦 ，maybe 你刷過來困就 OK 咯。你 maybe try 看都刷到真好係佢入邊嚇。然後佢只幾個時間係咁講，maybe 佢就較明。Because 我家己 experience 過，我困了嘅時候，然後我講
成日講啊，我 weird dreams 啊，安尼款啊。哦，困無安。成日學鬼對啊，蝦米安尼款嘅物件啊，當時個 something like 啊，甲人相拍啊，甲人相罵啊，安尼款嘅 weird 嘅 dream ，OK，然後嗰陣時無安。我 try change direction 啊，sleep 打得曬嘅時啊，然後伊都 OK 咗，有 weird 嘅。OK，所以係字咩？我唔記得 comment 啫，我頭晚看到一堂啊邊吼，伊實在拖出來淡薄一個邊落來。啥物 ？So 伊個堂啊吼，就這將拖出來淡薄一個邊，你出來這個裡對。唔是，你出來個口，你出來先，你看你堂啊，一出來嚇，一 delay 呢 delay，OK，你咪邊，一 delay 呢，一 delay 一看係 delay，because of the clubhouse，so。哦，這裡啦。喺你邊吼 ，normally 洪水內邊啦，你厝物件咧，有時拖在一個邊咧，咪困一啲，讓會 feel 到。拖出來邊什麼意思？我都冇看到。伊成日咧，伊個堂啊，伊堂啊，伊堂啊，嗰啲。伊成日伊拖出來，淡薄堂啊，你頂面係你拖出來啫。哦，OK。有人講實氣啊。嚇，有隔。有講呢？有隔出來，你看 normally 人 even though 上有厝上加伊個 rooftop 有一個邊一條嚇咧，咪困一啲。頂，伊無差別是頂啊，啥物伊有隔都無好啦，是講有講呢，漸。OK，死我呢房間無位困了一頭，就是小人間啊，喺度做一個間咕去。就困頭卡。就困頭卡。好啦，意思講你講對面係被搬學掉，是多劇真 good， 所以係字咩嗬？係字咩？是係俾先出咯，所以係字咩？我會記我困之前啦，係字咩？我唔知，啊是我唔知是家己想只係咪意思啊？因為 OK，so 下久吼，我嘅 father 甲我講，伊下久小人嘅時本是困安尼double decker嘅，然後伊甲我講，伊個對我表，伊只暑假吼困了啦嚇，แล้วก็เอาให้ขวัญตั้งใจ伊困了吼，我唔知講其實這幾 episode 是發生喺邊站嘅名稱嚟，伊人用塔安尼塔啊，塔對面嚇，แล้ว對面嘅 communicate。因為แล้ว因為我係爸佢對面嘛，แล้วอี個我แบบอันนี้ถัดถอยสั่งแช่เลย咯，แล้ว下時下自己嘅時我係困嘅時候，我唔知做係咩物件，我夾物件，แล้ว我手去割掉就吐掉真差大粒，แล้ว一碰อันนี้ขี้隻，แล้ว哦 OK， แล้ว困，แล้ว下次咩都是看到。哦。佢就咪嘅咩？哦，แล้วก็เอาว่า feel 就講唔知是唔是อันนั้น咯，แล้วว่า你唔知成叫車條係咪物件啊？是，แล้ว我打嗬，咁是你變成啊？冇伊下股嘅厝，係你變成幾十年？唔是這裡變成，唔是這變成嘅，這裡下股我人10歲開始買，แล้วอันนั้นแล้วหรอว่าฟีล講OK ว่าฟีล講我達到家己一個人困嘅時啦，我 actually 唔敢係咪困地面嘅知喎，因為有一道嘅時我困，แล้ว阿冇單伊唔知走去倒落，還是係咪要就伊去我嘅媽嘅厝佚佗咯，แล้ว我直想講伊大厝你知喎。2-3暝了，我個唔知伊去我媽厝。哦，你是想我弟弟？嚇！แล้วก็เอา我困咯，我困了，啲對面嗬，有直接我請起來時，我看咗就無人嘅，แล้วก็เอา我出去問我媽，我講阿冇等去倒落，แล้ว伊講伊去你媽厝2-3日了咯，你個唔知啊？แล้ว我講。我靜先起來，因為我 feel 到講上個一直這邊困，你知喎。
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ที่想講話死哦，話 yeah so อันไหน咯 so 我直接唔加困地面嘅，你真冇叫得咁做就係困。唔係。唔係，你講，哎呦，你梗係煩你啊，係咪啊？แล้ว我個咪，OK，我同你講啊，一困這邊嘛，แล้ว我แป落去嘅時，我卡就是第一頭邊啊嘛，แล้ว就是無暑假嚟。你叫你邊個去困咯？計講洪水好，就俾定個一邊困。是，แล้ว個咪，แล้ว佢OK 爽，แล้ว一撳來走去，我係是在房間困。OK，你是都冇困啊？冇啲啊？冇咯，แล้ว叫佢困地面啦。แล้วไม่ละอีไม่คนเต็มเลยอีไม่ so อย่าจะปังกิงไว้40ไปแล้วว่าบุ้มใจ咁冇驚啊 I think one thing also lah, lu maybe because 你到啲overseas 成久了你都關時期了你都上嚟到對嚟你 all place and then 你 lost the feeling 去了成你 disoriented 淡薄下你是講maybe แล้วก็อีกอุจิตาว่าที่外國嘅時ว่า法國嘅合併ว่าคุณต้องแล้วก็เอา因為我變成對面嘛ว่าคุณ向正手邊เนี่ย就是向堂啊了所以我คุณ嘅時我向正手邊哦我就忘掉講我之後啲這變成คุณ車都知哦แล้ว我喺你忘該爽เนี่ย就是你幫到就成日到啲你嘅厝啊，你可能 feel 到啦。在這裡對面的面層困咯，困了伊會喺你日頭出來，然後安尼個爽，那個請是法國啊，當時呢，我有知道，我每日成日我係唔是忘掉，我係困嘅時啊，我係成日困到對我。頂到我即係幾時啊嚇！我當時到啲往時你到啲 hotel 啊是係咩嚇？你困你成嗰時你個幾房間嘅係咩？你請起來時disoriented 就唔是哦，原來我是到別個位嘅嚇。關事啊你困咯，是咯，แล้วอันนั้น咯ว่า唔知我刺激這裡這房間，แล้ว我個散步擺嘛，所以我 feel 講應該別講。有物件係咪有散步擺嘛？那個你散步擺是擺下條嘅，還是你穿嘅？OK，我出去嘅時我就穿咯，然後等嚟房間嘅時候，我會偷了一輪我係安尼古龍好似水水，然後房地我變成邊呀嘅。我啲這邊嘅法國安尼本是安尼款嘅，我特登到房地變成邊呀嘅。OK 咯，安尼款 ，just 安尼款 OK 嘅。應該是冇事嘅。你房間有無物件 suddenly 會拔刀啊，是 suddenly 會 disoriented 啊？你講喏，冇啦，冇這物件。冇 issue 嘅啦。我會問佢即係四百好了，幾個時間講？有一個啊，有一個啊。OK， 是安尼講，這是我家己嘅之前拄到物件啦。是之前咧，我就做 server 嘅 before 出來做那款嘅物件時，我 set up server 嘅物件嘛。So after that 嘅時候，我個 partnership 嘅。So 有一擺時我。你有個做，但係冇做啊？冇做正久啦，冇做正久啊。So on my own 啦，我家己 business。Then before that 時我一 partner 嘅啊。做食本啊，做食。冇是 set up system 嘅物件 ，set up infrastructure system 嘅那款物件。So 我就去這個巴海位 set up 這個 system 嘅廠啊，嘅工廠嘅位。So usually I set up 嘅時啊，就是暗暝個 set up 嘅。比較用成呢部 operate 時 set up 嗰時講。呢部 operate 嘅時啊，我個 set up 嘅咯。Then伊個頭前邊啊，古早嘅時，我去到嘅時啊，我看到伊有一個成日頭仔咱講嘅拿刀啦，伊按一個拿刀喺邊嘛，所以咱嘛教嘅時就有一個拜拜一個啦，嗬，咱係講咱係做工，so 做啊，嗬，咱 somehow or rather
頭嘅時是 quite OK 就 quite 順嘅就，做到一半嘅時，伊個成日講啦 installation 物件吼，伊家己調走去，setting 換㗎啦，blue screen 啊嚇，伊個 setting 直調啦，成個叫咩錄音嘅呢？嚇，成 exactly some sort 安尼款嘅物件，then after that 嘅時吼，做到正晚，做到差唔多我12點嚟款。所以我就搭 keyboard 咯，搭 keyboard，keyboard 時搭嘅時吼，then after that 時，人就 stop 啊嘛，然後 suddenly 伊有聲 echo 就後尾有聽到有人對你，yeah，啊，然後 after that 時我覺奇怪，個 echo 嘅我看後尾就我都好像是有一個 junior 對話嘛，then after that 時，伊 junior 就坐到真遠嘅就坐到我靠，應該唔是伊嘅聲嘛，然後就奇怪，我就搭3、4個字呢，突嘅就，然後咧我 stop 咗就，伊 keyboard 本對了我突安尼款就，奇怪就，我突，然後伊本突安尼款就，然後 after that 時我就寫 keyboard 咯，我用我家裡寫咧 keyboard 就，然後伊 stop for 2 seconds，伊本安尼款就，像對我做安尼款就，伊 synchronize 我 movement 就，我哎喲安尼款啊，我成無咪對皮安尼款就，無咪對皮啦，然後 after that 時我就叫我 staff 甲我排出去啊，無人出去啦，我再去排拿到 coach 排啦，唔知是唔是？伊無聽到啦，你個佢聽到啊，對，伊無聽到伊到外口，然後 after that 時，迄個點聲咧吼，人嘅PM 啊 ，Prime Minister 啊，是 Abdullah Badawi 咋。OK， 佢哋點聲啦 ，Abdullah Badawi，然後 after that 我咪就去拜拜，迄個拿到咯，然後行入來咯，行入來嘅時候，我 staff 就真係驚就，佢哋伊聲，丟咧，咩嘢佢哋面青嘅，你青驚未聽到講，然後伊叫阿姑啊，我阿姑啊，你 OK 喎，你係咪事？我唔係講成，人出去啊，甲講，誒，講就係講，然後出去甲講啊，OK，然後我就希望講，咁樣做好了啊。咱做到一半吼，咱 somehow 伊加減會 work 啦，but 無 completely work 啦。咱 since 加減會 work 咧，就成刷成咯，明仔甲 complete，早起入來甲 complete the rest 啦。了去甲媽媽store 時坐了時，我問我講阿姑，做咩事？頭晚擼安尼款緊張。然後講我看到迄個 Abdullah Badawi 咋，Abdullah Badawi 個呢？你是講你調到 office 調你 PM 嘅時候，你個 PM 看咧，佢笑，看咧，我頭企啊，頭轉啊，你我覺得係個咁樣走往走條橋，你記住嘅事啊，我嗰陣讀短戲啦，讀短戲 office 嘅時啊，我夾緊每伊 admin 咋，伊查某 admin 咋，我講咪爽，我拄着那物件啊，咪爽哦，伊成 shock 啦。啊，是啊，你本拄着啊！哎呀，怎麼這樣知啊？係咪數誒？你講，因為咧整before 我去做時啦，整一年啦，有一個 pregnant 嘅患阿婆大病吊暗，哎呦，吊暗死啊就吊暗死啊嗬，所以話伊樣特到啊 office 啊有真濟奇怪物件發生嘅就，伊個一個牛檔嗬，實你成日為入去廿歲話啦，你咪開會咯，你開門咯，然後伊個狗伊家己嚟咧，成有人騎去啊，行走呢，我呢就。哦，office 嘅舊嘢，烹嘅舊嘢，哦。烹成人你騎去啊，行走呢，講啦，伊懶就呢講咯。咧，伊個阿妹時嗬，伊個 printer 嗬，家己會 print 物件 ，print 出嚟啲alphabet 咧。係咪？alphabet 啦，像 alias 啦 ，print hashtag 啊，你講你物件 ，hash 啊，你講你奇奇怪怪 symbol 啲嘅 print 出來。所以人講阿妹揾家姐冇做工嘅，你有時你家己嚟做嘅，你講。食飯啊，同佢食飯嘅咧，after that 嘅時候講我買短嘢，學我 double 我冇買到短嘢。哇！刺激！好聽，即係拍字嘅鬼。拍字鬼啊！伊對人拍。伊 picture 嚇，伊唔知佢講，伊應該是大，迄個物件大，迄個 picture 會有看咧。because 迄個 picture 吼，迄種 picture 啦，伊人阿國嘅 minister 係咪個了啊？伊人無 show 出去嘅翕攝影。對。對，無 show 出去嘅。這樣係咪關係？
伊看到伊是個小笑起啊嚇，你就知講無咩哎對佢啊。呀，唔，你袂使喺嗰笑，你看到你笑你最幾時嚇你？我 rarely 係你只招你驚喎？我看到伊面我來笑一就笑啫。一次嘅，你想看啫？都你 picture 冇 smiling 嘅啊，你 suddenly 你 picture 變 smiling 嘅。哦，是咯，伊甲我講嘅時候，我就真係驚嘅。特別你冇注意看啦，你冇注意看到。我冇注意看，我看條柴鏡，我望門啊，咩事？然後因為是我拄到是有人甲我帶兵嘅時陣嘛，然後我就理解。是你冇解講啦，你冇解講你我冇解講，所以我是講，哎呀，琴日做啊 set 了，伊 basic 嘅物件先，人成走成了咯，咱走出去啊，嗬，伊甲我講，伊講伊拄到物件，了解講到對於我拄到物件咯。sorry 我紅險後你講幾個等陣阿 boy 去招，的確 boy。maybe 這 question，但係我意思是啊，嗬，係咪嘅？冇啦。冇，呢個就是夜潮，冇伊鬼照伊嘅相，你知啊？伊嘅唔是伊嘅靈魂啲冰潮，唔是靈魂，伊是接落去大落小英嘅位。對，覺得呢款小英啊，伊成日照用伊 expression 嚟，然後冇平時未看到嘛。OK。有咧成日都看，有咧 statue 啊，人講啊，你地好是賣下畫硬講道嘅位啊，有咧 statue 啊，喺你物件嘅咧，你下畫硬講道 ，because 你得拜硬講嗬，你順便拜喺你 statue 就 ，so it might have 喺你 spirit 啊走入去。哦，伊走入去，伊大入去嘅平時咋。對，即喂，我一擺我 parents 嚟請嚟韓水先生嚟看嗬，and then 你講 like because 我出嚟特別拎厝嘅，你硬講到一啲嗬，嚟呢是一個玻璃 ，and then 那邊咧我媽媽是用嚟做 display 咯，แล้ว咪成日嚟人有生意啊，係咪物件係咪多，แล้วมันจะ係啲那邊，แล้ว一擺韓水先生嚟看講，即係一個 Japanese 嘅多那邊。哦，你講即係冇，你講白了，伊個係你。伊個入去啊，時候，伊 spirit 會大入去內邊。OK。你講伊個生靈啊，什麼物件？係你靈魂啊。靈魂，伊靈魂走入去。係物件有五官嘅啊。對。老人家笨。實講有目睭鼻孔有喙嘅，可能物件。燒到那邊厝嘅，樣只笨蛋嘅，有知人。我想問啊，我係大媽啊，是我啲澳洲啦，按摩地方啦，了有一個厝，我係大媽，了伊有一間厝嚇，伊有係啲活嘅頭，你知哦，了伊頭就是 skull 啦。just the Buddha head 我知 decoration 了 for decoration 了哈，伊head 嚟 recording 南無阿彌陀，哎呦，我特擺我見過啊，我唔是似我講死又對唔對啊？你講做有死似語有。但係你講活頭係活頭係。對 Buddha 我想到講骨頭，但我頭講骨頭，但係我講是 skull 係 skeleton， 哦，骨頭。冇，等陣有人講缽嘅嗬，骨有人叫缽嘅，我冇聽過人講缽咯。缽啦，有啦，豆嘅啦。豆嘅。叫。咁講缽仔係缽做乜啦？缽啊拜缽，學晒缽頭 ，OK，嗱。豆哥是實在，但係我覺得都係啲啊，係嘛？唔使個屌，有都係啲個。冇講話嗰條咱叫係你格達係你格浸布魯啊，是格達布魯啊。格達布魯，我冇聽人有人叫格浸布魯，我冇聽過。格浸布魯係。我講嘅是格浸布魯，格達布魯嘅就是格浸布魯啊，就是講格浸布魯。我講格浸阿 boy，的個 boy，你邊個笑人呢？走啊鹽。I think 現在臭靈帝講，特別我不聽人講格浸布魯。Really 是格達？
Kataburu嘛，你是叫吉嘛？我就成吉陣布魯是福建話。係啦，特別有 borrow from Malay word。我冇聽過，我冇聽過人講吉陣布魯。有人講借本啊，你而家是咱 one of the 做講做馬講唔掉咯，係咯係，大家都對到講啦，吉陣布魯啊，吉陣布魯。你我咪看 clubhouse 係第擔心，那是講吉陣布魯，都冇看過，第報就看到一人講吉陣布魯嘅 clubhouse 就一人講吉陣布魯，我看好像機會 respond 啫 clubhouse 啊冇YouTube 你講咯吉陣布魯係隻 C， 吉達布魯係隻 D， 你 chat 老們 participate。Kacang puru kata puru, jadi static sound 1 hour ago 那個第一個kata 無so far 無kacang 啊 ，OK， 即位咧 YouTube 加 Facebook 嘅人咧，你講kacang puru 是kata puru，OK， so far 是咁樣 kata，OK， 嚟隻波啫 ，D 係 C， 嗱睇到 D 嘅啦，我諗看佢哋 Facebook。冇顧要 club 掉要 clubhouse 阿 John 啊，要 club 掉啲啊！阿 John，我講吉登布魯喎。哎呀，我你參落你喎，吉登布魯。啊，少。哦，你是 DM 啊？你是？嚇，對 DM 嘅。Michelle Lim。喂，開嘅口啊呢？哦 ，Michelle Lim 講吉陣都等我看你是位 feminist 是嚟 outlier 有嗱，但係 Michelle Lim 啊 ，Michelle Lim 蘇永嘉本是特啲 clubhouse 本是本是家陣個有即是個隻 Sunny G 特啲即個YouTube 嘅本是家陣。OK 有本啊，特別較濟啦，較濟人是個特別。嗰隻人是個特別節鬧，所謂節鬧三四有參與嘅人，嗰陣咩？個有張會講幾個事個。Actually 我喺你冇等伊無起來，我甲伊講咧，冇等，你跳舞嘅，你整耐只個講一句告訴你啊，你叫起來講下。因為我叫佢嚟講，伊無啲。你 relay， 但係個直講咩 ？I same with 我減啲 we say 吉登布魯。你 remember 啊？你叫吉登布魯 club。吉登布魯。吉登布魯。嗰邊是布魯啊，是布魯。布魯吉登布魯，嗱我講布魯 L 先。嗱冇講布魯嘅啦，嗱我吉登布魯啦。我係廚講吉登布魯。吉達布魯，你出是句聲，你是林文雅知。哦，林文雅知，哦，你真係點解我未看到你吹呢？我係小英炸掉你吹。哦，吉達布魯，吉達布魯啊！你講伊成個 L 嘅聲啊，吉達布魯啊。對，吉達。即係面前有人講嘅咧，吉達布魯。吉達布魯。我講吉達布魯。冇福建人是叫水雞嗎？像咩？冇像啊！冇啦，水雞係只誒。水雞冇像。水雞吉登布魯是吉登布魯。吉登布魯，你唔好講吉登布魯啊！等人半個就成咗啦。我昨天個掉多氣啊，吉登布魯。等半個就成咗，因為咱有可能無相關嘅 species，或者我講啲福建有可能叫做戰羅章嘅，所以人個叫做陳雞，個是叫水雞嘅。其實唔是吉達布魯是倒來嗎？對，倒來。咱人個字章，是咩？嗰啲我諗咪是叫做吉達布魯是倒嘅，老啦，倒是相啊，倒是另外一個講法。吉達布魯是吉達布魯，是蟾蜍嘛？唔是咩？甚至。哦，對，係你叫做咩？福建話叫做一甚似就唔是，我唔是講你看咯。你是講多嚇，多是一配錯錯嘅一種啊。叫咩啊？我見到啊，唔知叫做咩？未曉。
鹹子。有時會卡會跳，就是叫嘎達布魯。係啦。你背只夾士嘅，你叫做鹹子嘛？鹹子啊！成咁我冇聽過喎，特別我係叫這冇聲是嘎達嘅。布魯是蟾蜍，金旗是蟾蜍嘅。金旗啊！你講金咩咧？手指啊、臉啊咩？就咱人嘅紅公唔是嘎達布魯咧。迄個是蟾蜍嘅。迄啲有仔嘅是。我哋假路嘢啊，嗬，啲假路嘢嘛啲。啲沙基泰嘛，好three-legged toad。three-legged toad。哦，沙基卡叫咩啊？你啊？沙基卡自己卡又去煎了，是差很久過。走到逼了啊！唔是幾個數咩？來，幾個數？哦，夾波下對，夾波對。嘎達布魯 in Hokkien is 夾波。哦，夾波是，I thought 是夾波，唔是隻 drink 嘅咩？夾波是夾嘢啦，夾波是夾嘢啦。吉夾波。夾波是夾事嘅，夾是冇事對，夾波是你多大蝦毛對。夾波對，我是叫夾波。阿龍。I mean 嘎達布魯是係你錯嘅咯，你嘎達咪是係你冇錯嘅咯。嘎達布魯是嘎達。嘎達布魯是骨嘅，嘎達布魯是骨嘅，生嘅。แล้วคนนั้นจี嘎達布魯是多咯，還是嘎達？是嘎達，那是嘎達呢嘛？我嗰時你講到Good story suddenly become frog discussion。係嘛？你講嘅嗰度。嗰度是係你錯嘅。夾波。哦，成個人隻佢嗰度，你看你依 shape。嗰度。冇啦，你是隻嗰度啦，你是隻嗰度。確定，頂過嘅話講咧冇生嘛，即禮拜接到講。你係咪講嘎達布魯？你頂禮拜頂到時講鬼啊！冇，人講冇生，那你唔是鬼。講蛇年。蛇年是講冇生。看緊佢冇生咧，到時鬼嗰數看緊。鬼講緊佢嘎達布魯去。OK， 來，講到對鬼啊，林木那知鬼嗰數。冇個數。阿龍，你講你冇等講下，伊嚟講有意思，伊講啲種對，把路都掉你咗，把路呢，所以咪特別叫愛鬼子個對嚟咯。你別來咩嘅字？我頂住唱到對嘢replay 嗬，梗係好唱呢咯。嗰隻表啊，是唔是嗰隻表咯？冇啊！一直直叫阿 John 叫報曉嘅事，熟悉嘛，冇法度。報曉啊！你一叫係咩啊？笨蛋大家啲啊，叫開車。你看啊，笨蛋大家啲，梗係出邊大家嚟講。then OK，來個繼續個，幾個是個個。等我想，就我除掉了。你除咗咩？我除掉嗰度辦公，我哎呦，你一直講個 still 個案啊！看你嗰日嚟做咩啊？下架路，看你嘅架路。講咩講？嘎達布魯是多嚟。嘎達布魯是多。嘎達是多嚟，嘎達是 frog。OK， general 是 frog。OK。你唔當未記㗎，你唔係未記㗎。yang 馬來人yang半嘅就成咗啦，特別yang từng人嘅 adopt yang 嘅字咁寫咧，我對人講嘅，講唔掉呀。I think 生咗暗講咗，唔講真講嘅字你咧，暗講咗唔是拗嚟嘅就，暗講咗是，一能từng一條要，暗講咗是哪定叫咩？要暗講咗是哪定叫嚟？哪定叫？呢隻誒，佢哋牛頭蕉是另外一種嘅物件嚟嘅，特別咧人關事叫伊做暗講咗啦嘛。哦，唔是暗講蕉，暗講蕉 ，OK， 嚟，個咪幾個數會講會放得少單，無幾個數啊，你未聽過亂啊？咁樣講真啊，是講你未聽未講幾個數，咪 please sign up 喺你 newsletter so that 話當係收到，無買一半時 start 先淡薄一個到啲 Facebook 我叫嘢佢冇嚟The chat is every Sunday at what time is it? Or maybe 新交 so the link always be the same. 等陣我俾介紹一隻。
please sign up for newsletter for newsletter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ป็นตารางข่าวไต่ okay Penang Hokkien .com/newsletter okay 唔係自己嘅水嘅。呀，等陣我看下。嘅貴嘅。Thank you。呢個是做係買橋啊，嗱先。伊個 camera 甲阿龍嘅 camera，啲對下成個鬼對咧嚇。個 zoom 哇！比較細都咗。阿龍你是對是 because 你嘅即個新嘅 computer 數啊。MacBook Pro 嚇。哦 ，MacBook Pro 有迄個叫咩嚇 ？Center Stage 唔是？哦 ，Center Stage 啊，即係叫做。Center Stage 啊？哦，OK。唔知咩都 set 要。我買到。仲有定節都要做下成日先，用係你嘅 emoji 做嘅。嚇，對。你講真正啊，真正做啊。Genmoji 對，你真正 newsletter。對。你看真正個 newsletter，咱若是無收到我真正 newsletter，頂到把sign up 過嘅嗬 ，please 去 check 看伊入你 spam 嘅 folder，OK？ 然後 unspam 咪。我當無久睇到寫只嚇，แล้ว個我人背講我人嘅20年就年紀念嘅時候，俾特嚟做啊嘛，啊俾特啲啊，我有興趣上去，你講嗰啲400好聊呀，嗰啲 Citadine 叫咩？係一間都話哦 Citadine 嚇，伊唔知係講乜啲人哦，但是講俾佢啱啱個口頭。嚇，你我切掉落嘛，我切掉落，我講誒，到底係咪做本事 OK 啊？嗬，咧就去切掉落本身去。你我唔會學到啦，白啲嘢嘛，學白啲嘢係你嘛講咩？我 OK，我幾難嚟人啦。伊係是 outdoor 哦，伊 event。嚇，是特登是 outdoor 嘅咩？冇伊嘅 event space 哦，是 outdoor，我看到人做 outdoor 真係濟。伊字掉落去嚇，伊唔是 outdoor，伊有 roof 嘅 ，and then 伊外口會有一個正大紅線咯 ，and then 伊大邊伊外口啊真正爽嘅。伊深度顯巴是邊嘅位？顯巴是波邊。但係迄個是字掉落嘅啦，伊唔是切掉落嘅，你字掉落，是特登。特別，actually 我每路本是好是咪好了，你會使教我當聽，我當年時間咗興趣。sorry 啦，即係幾個 topic 嘅時，但我琴日幾個時間都冇關係嘅，幾個物件，即係嗰時個 anniversary 嘅時候。我是會有興趣，我點解我同你講過嗬？我有幾年嚟想拍算要到啲 Georgetown 下邊做咱鋪地位。20年就年紀念嘅時候，我 describe 看 ，maybe 你有別人啊，成個講你再講成日答案你咪在喺裏面，你講咩咩 ？Citadine 啊 ，Citadine。OK，so 我是想講，我要做邊啲學嘅呢？我唔知多幾人，特別咧係 research 嘅，甲人講啦，要做幾人啊？我係只拍算呢，就是講人做到啲。即係鋪地餅，所以咱會就去食物件方便。然後特別我買一些隻學校呢，因為我真頭殼聽講賣單燒類嘅款，所以我是希望講呢是個伊嘅 restaurant 呢是因為 buffet 啊，因為是有係咪 meal 好，一頭樣計講我阿個幾人，所以講 maybe 我會個50人買來，然後叫伊去教時樣家己學類，還是較早時家己賣單係咪啦？directly 丟嘅學校啦，所以我明講其實講佢通過話咧，我學聯可能，but 咧 discuss 啊，到後面知啊，有一個大學校，所以大學校是活潑人咯，就係講，例如講男細要出來啊，伊係到後面大，然後例如講阿龍會對戲啊，阿龍會喺後面大，然後就住啊阿韓嚇，啊是只有我咧，我就後面大伊學校咯，所以咱即 weekend 啊，成個講咱聽着留做係咱是做個拜。咱講咩啊嚇？拜六、拜五、拜六禮拜對唔對？咱免講只日，咱拜五只因，拜五只因，還是拜六只因都未記啊？拜六只因，拜五只因，還是拜六只因都未記啊？แล้ว禮拜，แล้ว拜六 dinner， 我未記人講咩啊嚇？拜六 ，anyhow weekend， so 我不如講你想法，我想到幾難嘅地方咧，就是我講咩啊嚇？咩 Saint Giles 哦。Saint Giles 嚇，Saint Giles 是一個 possibility 哦。你頭晚你講嘅Citadine，冇有可能有時，因為我所講嘅
伊 atmosphere 那么只趣味，哈ambience 是淡薄成个 logo 淡薄啊，哈你我拉萨有趣味本 ，then 如那時我想到別位啦，然後我是自家是係咪方便？因為我是講我是要做一個 gathering 是大樓做一個食物件，所以伊唔知家己有些 restaurant 是有 facility 嘅。有是特啲呢二條路有家己 restaurant 嘅咯，所以人會使 accommodate 講嘅咯，係就係講幾人去 ，and then 伊 fit 有幾人嘅 restaurant？我冇做快大，因為伊外口邊有一個 open area 嘛，所以 open area maybe 你係 book 呢個 area 嚇，係使 book 個 open area 咯 ，with 個 restaurant。咁係南西門啊，南西叫嚇。我講食迄個紅，迄個食迄個本地吼，你會使看了迄個 menu， 伊 menu 有蝦米物件，了你揀一個麵，一個飯，一個海鮮，一個雞啊，嗰物件。你說講麵spaghetti 是海鮮，了飯是雞係咪飯啊？你看，你啲 menu 裏邊揀啦，有雞有魚有，可能有雞有魚有沙魚嗰物件有沙魚，你肯揀了幾哪裡行嗬？你甲學校講揀嘅是即幾行爾嘅，我做過時你看，了有一後水係咪？了一個 set， 甲了做 set 就好了。特別我是要看看樣嘅 directly 成個 deal with 啲 hotel 啦，我唔知。係你卡deal with hotel 本表緊嘅，伊人何類，伊人叫伊人食伊何類，特別 menu 時間係幾種嘅嘢了。即係食是冇講真正要緊，你食是要互人 gathering 嘅。特別伊有成個講有成個伊係 event space， 所以成個講 book 伊 event space， 所以假如人一班咧，是人最其實做就慶祝 gathering 翕相應嘅喎。我頂次有看到一間，我對有看到是古董。我有甲伊講，我有甲伊講上者啦，係啲古董嘅。แล้ว我有嘢咧，念卡㗎了，所以你去看看者啦。鳥鬼吧，你敢來？古董是阿米尼亞邊呀？你冇阿米尼亞邊？本是啲 Georgetown 裏邊嘅。古董是多個條路對面。古董是多。條麥格倫咩邊？我麥格倫。你咁知啊？古董。伊真正多間嘅了有兩站。真正逼啊！你會使包幾間可，因為會使日 evening 啦，可能是個啦，伊啥是啱咪有冇貴啊啱咪？特別古董伊冇會大嘅嘛啲。古董咖啡有我俾大，我俾參 hotel， 點是 hotel 嚟？我是俾參大到底下邊，我是講人較應做數咯，那是講人參到底大，誒，還是講。喺你 location 地水嘢㗎啦講，得嘞，哇！你幹嘛下邊？得一間。哦，是大啦，是大。你嗌話，等陣我去翕伊嘅 surrounding 嘅 video 咧，我 send 落去看下咯。誒，到時我教你嘢 contact 啫。嚇 ，OK。你點解我唔係說我是到底得啦？Instagram、Facebook，我個，then 我是有興趣啦，我是冇，我未特別所在過，因為我被 research 嘅，但係我叫人 sign up newsletter 就是呢塊，因為我被叫人通知啊，嗬，我被再講雖然頭就有興趣要到 hotel，第頭一條，第二條就有人有要去食啦，所以 event 是一個食 event 就人做老咗嘅，แล้ว春頭尾上我 maybe 拜個我就去大啊。拜個去大一暝，他拜個暝是人家己去鋪底，家己行啦，咱家己就去食。特別拜六暝是人做一個20年嘅 celebration， 是人一定嘅人做在去。有的人愛到 hotel， 有人是要去食迄個人嘅celebration 嘅 dinner。你講嘅是 DC 啊？應該是11月是。哦，DC 嘅11月 November 啦。你講未看，安怎啦看？我是。這是無攤類嘅，你啦，這是人家己 gathering 嘅啦，人隨伊要揸出嚟啦，我講啦 ，either 是家己學類 ，because 當今我有 set up 係我嘅 payment 嘅 system for donation 嚇，但是講愛正，伊人袂人家己講一套就做這類隻物件，人家己人頭算嚟講係本會做到，特別是第好 prefer 咧，就是成個講樣有啥，啲 system 啊，你再去買 ticket 啊，係咪物件啊，係你較好啦。特別係你人 separately 人家講袂使，要上要看伊所在。我是屬伊嘅氣氛咯，後邊我食濟物件，因為我特別有行過，我特別是去食伊嘅一間伊店後邊邊啊，有一間 ice cream 嘅，食阿啲 ice cream 嘅哇。係咪 Inside Scoop 喎？Inside Scoop 對，我特別去 Inside Scoop 會食嘅，所以我再講伊個卡幾個隻水係咪？所以我後邊啊食濟物件傻咯咋。
我若是暑假伊所在嗰個淡薄，伊方便，方便伊字條攞出來，攞去到本 A。แล้ว伊個整個真正 typical 嘅，譬如檳榔嘅味素咯咋？呢個 modern，so OK 啦，咱暫時先香港先啦嚇。แล้ว若是你有蝦米空頭，把你你想到到你會啱大 hotel 參加啊，即個 event 呢，แล้ว個方便，咱去就是嘅 suit 嘅，咱就。你甲我講，你有經驗嘅話，會使，冇問題，我知啊，你知咋。OK， 其實我肯定我話 WhatsApp 你會使 directly 問我係咪物件，咱會使 call。咁時候我再講邊啲學嘅，但係有誒，你出聲呢，但係有人呢人仔去人仔甲你介紹，當今啊，甲來又貴，有影人要冚打啊，甲來真又貴，有貴一隻，等陣我看。Sorry, busy。哎呦，嗱，來啊！一個幾個數？啊，講幾個數啊？一個。OK。actually 我把你當我朋友嘅處 ，so that time 我本時我講我被 join 嘛，特別我冇贏嘛，會記我當 Facebook 嘅事。Right after that 嗬，我當我朋友處時，我 feel 到物件。即間啊？Right after 我 message 到 group 我講到 Facebook 我講哎呀冇攤 join 冇贏。即間啊，女朋友處。即間處。喲。即間處 actually 有一個日本仔鬼嘅。特別伊無咪做人話 because 伊是during World War II 嘅時伊死了伊帶到一個地位，然後人起厝嘅時起到地位。喺度最太清啦。嚇，所以伊 already 你再講伊正是老厝，再講伊有日本仔鬼啊，真係。我過來，我嗰時我朋友我 best friend 做成嘛，所以我過來是beginning 我過來是伊真係 aggressive towards 我 ，then later on 伊 already because 我弟弟來，所以伊在我捌即厝人啊，伊無做人話啦，伊甲我 OK 對，伊甲我 OK 了誒，所以 in a way 伊 already 想already protect 即厝嘅人啊，所以伊 very protective 咯。OK。So my friend 伊是 Chinese Muslim。Then is a single mama. So actually that day 是recently 是對伊嘅媽嘅kampung大一波位。Then 伊嘅 grandmother 是真係老啊，真係啦 ，around almost 90歲了。Then supposedly 伊接老 already 未好死了嘅，so she thought the grandmother going to pass away 啦。Then mana tahu有幾年拍壞哦，冇呢邊一大。wait I try 下。can good。呢，佢水 OK 嚟。Then 伊去看伊媽大，伊話一波嘅 hospital 嘅時，伊 feel 到 something wrong，cause 伊嘅 grandmother 嘅 personality 唔相起。So when 伊 relative 走嘅時，伊一人過掉伊媽嘅時，伊 cause 伊 Muslim 嘛，所以伊 just 講出來啦。In Malay 伊講你是 whoever you are，you better shoot from her grandma。Then that time 伊 grandmother just 伊甲我講，伊 grandmother just 看掉伊安尼看 ，then 踢伊。你 grandma 踢伊啊？嚇，伊 grandma 踢伊。所以在 something wrong 啊咯 ，because 伊 grandma 是yang kampung嘅人咧，伊yang有黐物件嘅，所以 grandmother 有黐物件嘅，所以 feel 到 maybe 即個物件是入伊 grandmother 買放哦 ，because 伊yang愛吹 before yang pass away or anything， 迄個物件yang黐咧特別 pass on to someone 嘅。So since 伊 grandmother 冇 pass on 過，所以伊未死嘅。我聽講，你若是飼鬼嘅人吼，你若是無教互你飼嘅鬼囝，互別人啊，伊買放死哦。是，so 伊 grandmother until now like not herself， but is still alive. Then that was last month 啦。Then a week after that，伊轉來檳城。Then 我咪過來找伊咯。過來找伊時，我陣。迄暝咧，我是坐了 TV 面前咧，我佇看了閃嘅鬼戲。
then 伊行到樓頂困 ，then suddenly 聽到伊行好正，即是你朋友會驚啦，你 best 我 friend 嘅朋友會朋友驚會驚啦。所以伊走去樓頂咯，then 我哋坐了，啲看掉本咧。then 陣吼，伊 timing like very odd，陣嘅 horror movie 下邊嘅 the most intense scene，係你鬼走出來咧，我 suddenly feel 到有人在我後背。哎呦 ，then 我咪 pause the TV，then 我 automatically just turn around，then 我罵咯，我講 in Malay 啦，我罵，我講你愛蝦米？做咩出來做人嘅囡仔？你哋做嘅囡仔好做咩？然後我 feel 到伊 energy 實在真 strong。then 我嘅朋友就叫我去樓頂咯，我去樓頂嘅時，伊行佇後，then 我問蝦米事？then 伊講有一個囡仔佇做人伊，真係記哩。So straight away 我抱嘅囡仔，我冚伊目睭 ，then 我攞嚟直罵哦，就趕伊啦。then in the end 我人 realize 是伊去甘榜嘅時 ，because 伊有帶伊囝去嘛，迄個物件 from 伊 grandma 嘅厝誒對來這邊。哦。But after 伊罵啦 ，because 伊 Muslim 伊有放 prayers everything， 伊趕所以物件。出去咯，特別伊到厝外口，所以the whole night 吼，我是company 咧囡仔，唔得伊會困 ，then make sure 伊物件無入厝咯。哦，這是 last month 啦。喲，特別當今嚇，我講真，牛龜山真濟哦。嚇，你有發現咯，牛龜山咯，而家。水咯，水橋咯。Thank you. I work very hard, okay. 哇，梗係有影強起正。咱嘅走話地啊，就打係貴。走話地我明白，因為愛講。特別是一間啊，你依個口，伊你當來伊厝時，你會 feel 到伊個口個有，到啲個口。冇啲啊。Now is just the 日本仔龜到這邊嘅，but 日本仔龜冇差亂嘅啦。OK。你日本仔龜是你安怎知道？日本仔龜安怎做誒？都伊無鬥下手誒。伊唔要解講話數，伊覺得那你我會曉俾時間，等我來時我特登 greet 咯，我講我來，hi I came to visit，我 in Japanese 啦。then 我嘅朋友 because 伊本會看得到嘅，伊成日我看得到嘅，所以伊特鬥我罵你鬼講大隻病 free， 無講大佬我偷頭卡翹厝啊，我直直罵伊。特別 OK 啦，伊鬼 OK 啦。伊鬼 OK， 但是你feel 到伊 presence， 你看過伊 feel 到伊 presence， 所以伊是少年啊，是老是大波。少年嘅。哦。所以我 friend 直直講伊吼，伊有但是未打喊，伊會來甲我 complain， 講伊跟他 bully。by 伊鬼。無，我 friend bully 伊，我 friend 直直罵伊，無解收頭卡，無解翹厝。特別即個日本仔鬼，伊是安怎會到底遐邊嘅呢？伊是招戰嘅時。我帶咪是到啲邊？我帶咪是伊死到這邊。then 伊 bury 到這邊嘅 ground 嘅。日本仔鬼是惡心。惡心誒，只坎坷愛食臭頭卡。萬人講緊你話個隻牌，喂 system。誒，做翻有跌哦嚇，有跌哦。有啊，冇，我 on and off 頭晚我聽啲，有淡薄。OK，有淡薄啊，淡啊。哎呦嚇，別一下等於。冇，馬路冇。OK 啦，感謝牛龜接嚟後尾，牛龜都收彈我 email 牛龜。我淡薄真冇誒。OK，特別唔記，你誒上嚟收彈我 email 咧，你就係講其實錄音都 OK 啊。我時間講即啦，然後我講話差唔多個40幾%、50%人有開 email 呢，像你冇開啊，I assume 是接起樣嘅張 mail 啦。所以若是講人聽到sign up 嘅 newsletter， 還是唔sign up 嘅 newsletter， 冇 sign up 嘅時，使佢邊啲學緊 .com 嘅一定係 newsletter 就junk folder but nothing came out。OK，試個人梅個 anyway， 感謝你人嚟講幾個數。因為咱講個格達布魯去，佢講個即係牛龜水去，特別牛龜就落嚟就水
水，特別伊把女個較水，個較水啊！生嘅，伊真係 glow 生 up 咗 glow up，哇！我有看錯，是唔是生一個牛龜？但所以人特別去看，若是講咱聽podcast嘅人特別去看 YouTube 我家己看到牛龜，水嘅牛龜。OK， 感謝大家。下個月若是你有應該對嚟尋問講較濟鬼故事個咯牛龜。แล้วชวนในกันแล้วกองกุ้ยก็สื่อกับกิมวันเสียงอ่ะสิก็น้องไอ้กองกุ้ยก็สื่อแล้วจะตัวที่ไหนเป็นในฮอกเกนช่วยว่าลังคอกองกุ้ยก็สื่อกุยจีก็ล็อกอินก็3個อีก3อัน newsletter ล้วนล็อกอินจำเสียโดยสิใจอ่ะ感謝禮拜兩嚟再見各位拜大家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到這邊會彈，แล้ว這邊อี看聽就正現在落印這個通電路 ，sign up newsletter 啊，冇得讀啦，喏，OK，bye。